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9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00后。在网上呢，我们见到更多的都是宣传00后整顿职场，00后整顿房市、楼市，00后整顿车市，这样的宣传非常多凸显出这个00后与众不同。前不久还有媒体报道说，00后有近90%的00后表示没背房贷、车贷。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他是在6月份采访了101位00后，这个得出个结论呢，说发现他们不再是挥霍的代名词。当时这个还上了热搜说近90%00后表示没房贷、没车贷。还有网友说当代年轻人无债一身轻，叫跳出三贷之外，不在五险之中。这个三贷就是贷款车贷、房贷还是什么消费贷，不在五险之中，那就是社保医疗保险。当时这个红星新闻是这么报道的他说你以为00后只会买，新数据告诉你，这届00后正在用行动打破偏见。全国第18个信用记录关爱日悄然来临，红星新闻记者走进101位00后的世界，发现他们不再是挥霍的代名词。87%的受访者尚未背负房贷、车贷，但65%坚定表示，无论未来是否需要贷款，都要维护好信用。相比部分80后、90后在购房后才开始关注征信，00后显然更早意识到信用的长期价值。高达76%的受访者表示会有意识通过按时偿还信用卡和花呗维护自己的信用记录。有网友还制作了一个视频来描述当代00后的一个现状。大家看视频当代00后统一现状：车贷没有，房贷没有，后贷算了吧。社交有什么用？爱情我不信。家务不会做饭不会续命方式外卖上班时烦死了，下班后口头禅关你什么事儿日常感觉可累死我了。生活水平一时还不得周全。人生态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精神状态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理想生活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努力方式求菩萨保佑。白天晚上连觉都睡不好。刚毕业时想的干出一番事业。工作1年后向往着逍遥自在。还没辞职的原因太穷。没工作前想象的工资有1万，实际到手工资3500。月底看余额时当然了，这个视频主要是调侃但是就在昨天8月28号，法制日报社的法制周末他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困在网贷中的年轻人，对吧？一边是红星新闻说这个70%的这个00后没有贷款，但是这个法制周末说困在网贷中的年轻人，这不就掐起来了吗？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法制周末他是怎么说的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得吃。年龄标注为20岁的网友孟玲珑在群里叹息道，在某社交平台的一个网贷上岸群里，不少像孟玲珑一样的年轻人深陷网贷的泥潭之中，他们面临着贷款逾期、被多家平台催收、被发律师函的状况，感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的抑郁成疾，有的干脆辞了工作躺平，有的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年轻人借网贷是为了追求精致的物质生活，有的是为了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这些人共同特点是工资不高，有分期付款的消费习惯，需要钱的时候就在网络平台上快速借款，甚至产生了一种不再依赖薪水，靠借款同样能满足当下生活的幻觉，月入3000却什么都想买。早在2007年，网贷一词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3年，网贷行业进入扩张期，彼时平台数量暴涨至600多家。在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挑战传统、活在当下等超前消费理念的不断影响下，借网贷过生活逐渐成了一些年轻人的习惯。如今，网贷分期付款更是已经到了无孔不入
入的状况。不仅是购物快递平台，连即时通讯、音乐、视频 APP 上也在推送相应的消费贷款、消费分期、网络贷款等，且贷款过程极为简单快捷。我一个月挣3000块，但一部新款笔记本电脑需要7000元，不吃不喝我还要攒3个月。可是平台告诉我现在就能买，我怎么能不心动？上海市长宁区的小倪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展示了新买的笔记本电脑。00后的小倪目前就职于一家物业公司，月薪只有3000元左右，平时爱好打游戏。工作刚满1个月，小倪看着到账的薪水，开始盘算怎么奖励自己。可想买的笔记本电脑太贵，便宜的又看不上。那晚他在一款电脑的宣传界面停留了好久，华硕天选什么一堆国补到手价7259元，宣传标语让他心里直痒痒，恨不得立即下单。钱从哪来？小倪纠结再三，不好意思向家人要钱，腰包里也没有余钱，最后还是点击了分期付款的按钮，买下电脑。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费够花了，省下1000元还分期。可是小倪看上的不只是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耳机、鼠标、键盘，样样都想买，个个都分期。月底一算账，工资不够还。对小倪来说分期付款实在是方便。从前他首选的支付方式都是工资卡，但自从首次分期付款后，系统就将分期付款作为默认支付渠道。小倪告诉记者，他今年7月贷还金额是3700元，眼看下个月要吃土。但一则广告让他看到了希望。说来奇怪，自从小倪习惯分期付款后，社交媒体中隔三差五就会插入一则网贷类广告，内容大多是轻松借款、急速下款、秒到账、低利率还款、轻松等等。12000元、24000元，刚点开某网贷平台界面，小倪不敢相信自己能借这么多钱。我一个月3000元工资，平台真觉得我能还上？他心里直犯嘀咕。然而授信审核异常顺利，第一笔4000元借款到账只用了15分钟。操作完这一切后，小倪不敢相信刚刚经历的一切。我的职业是随便填的，所有协议都跳过不看，平台甚至不需要我提供收入证明，感觉有一张身份证就能借钱。小倪回忆说后续他向平台陆续借了3笔，8月的还款时间快到了，小倪又一次陷入焦虑。分期第2笔3700元贷还，网贷平台还有1500余元贷还，工资月底才发。为了节约成本，他每餐都选择外卖，原因是外卖平台也可以选择月付分期付款。小倪只有1张工资卡，卡中余额从没有超过3位数。因为担心逾期，他将各个网贷平台都设置了自动还款，工资就像是给网贷平台发的一样。小倪没有积蓄，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开销只能依赖网贷借款，次月工资也只能用于还款，一切仿佛陷入了循环。如果薪水不涨，他将会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他这个债务就是越滚越大，有点像地方债网贷的苦果，小倪比谁都清楚，但他根本无力改变现状，每天依靠游戏麻痹自己。小倪向记者坦白，他想再找一家网贷平台借钱，先把这段时间熬过去。至于未来的计划，他只是长叹了口气，打开新买的电脑，决定打一把游戏缓解压力。游戏中能暂时忘却很多，包括未来。从分期付款到以贷养贷，90后青青从2018年开始接触网贷，由于日常消费习惯，他的每笔开支几乎都选择分期付款。分期后的金额看似很少，但每月还款时庞大的数量还是让他难以周转。我查看了自己的消费记录，确认没有特别大的开支，都是小笔小笔的生活必须支出。青青说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分期付款越发让青青感到安心。直到一条短信出现，你的账户已经逾期6天，逾期材料已整合，多次电话、短信等途径提醒无果，即将向法院提起诉讼，请立刻处理。但此时青青账户里已经没有余额还款，不敢向父母开口，就只能向网贷平台借钱。尚未逾期时，青青在网络上总能刷到网贷广告，几乎每浏览几条内容就出现一则广告。当时他并不在意，逾期后每则广告都要点进去。只要是能借贷的平台，青青都提交了借款申请。网贷平台年利率有的是18%，有的是23%。青青借款时根本不了解其中含义，他也不在乎要还多少，只求当下借款能补上上月的分期付款。
不知不觉掉进网贷的坑里面。就这样，青金在工资、分期、网贷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期间，网贷平台不断向青金打来电话，再提一笔利率更低的，就当是备用金，还能提前还款。7年间，青金总共向网贷平台借了15万元。青金向记者坦言说借贷到手的钱都用于生活开支，没有大手大脚的花费。诚然，青金的日常开支不算高，但他的生活已经进入循环。真正让他陷入了债务的泥潭，是他选择的以贷养贷。例如，青金在 A 网贷平台借款，分3期还款，他在月底就能将其花完。于是他在 B 平台又借了一笔，分3期，其中一部分用来还 A 平台的首期款项，另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开销。如此操作下来，等到下一次还款时，青金就要还 A 平台的第2期款项与 B 平台的首期款项。钱从哪里来？青金只得向网贷平台 C 申请贷款，还不上，根本还不上。面对巨额债务，青金只得一边向家人寻求帮助，一边寻找更高薪的工作赚钱。然而2个月前青金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还丢了工作，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网贷资金链随之断裂。期间，他一边忍受病痛的折磨，一边还要承受催收的压力。他说每天会接到4、5通电话和5、6条短信，前期催收较为频繁。青金向记者展示了许多催收短信，语气大多不善。成年人了，一直躲着藏着，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各种辱骂各种这个 PUA， 各种羞辱如今青金没有气馁，他想等身体好一些后再找工作还款。我计划在还清债务后好好工作，努力赚钱，并帮助家里。他在电话中向记者说，这个都是一厢情愿一旦你陷入这个债务泥潭，只能是越滚越大。他那个利息是23%，越往后接的利息越高，真正的实现了利滚利这个法制周末还介绍了什么因爱掉入网贷的坑，就是有的年轻人为爱买单，对吧？提前消费，还有为满足物欲求助电子摇钱树。这个法制周末在采访过程中，年轻人最常提起的词是贪婪、爱慕虚荣。为了满足物欲，选择向网贷平台借钱，却不曾想网贷的钱好借，债难还。他说我对花钱没什么概念，经不住大城市的诱惑，又接触了医美，我的网贷生活就这样开始。00后西西说这个西西毕业后收入并不低，但赚的钱无法满足他日益增长的欲望，穷就借，借就花。他坦言看见别人有什么，自己就想要什么，不买甚至焦虑到失眠。然而日益膨胀的物欲让西西负债累累，工资不够，网贷来凑。他经常在网购平台、社交软件上看到网贷平台广告，低利率、高额度，审核秒通过，下款快等。在西西看来，这无异于电子摇钱树，看到什么网贷广告都要进去试试，能贷多少贷多少。西西说这些网贷平台对他还格外照顾，经常打电话为他提额降息，让他再贷一笔。你想，你的利息是23%，就给你降2个点，22%、21%，他还觉得他占了大便宜。西西向记者展示了他目前的贷还清单：微博32399元，京东白条39825元，安逸花10458元，一共是8家网贷平台，总共欠款133632元，整个7月份要还11712元。贷出来的钱不够花，工作赚的钱不够花，西西不知道为什么还的钱越来越多。有些平台的利率高得吓人，但为了生活，他还是咬牙贷了出来。这个在西西发来的一张账单截图中，他在该平台借款10200元，分12期，每期本金818.52元，利息69.71元，竟还有一笔名为融单服务费的费用132.64元。记者粗略计算，该网贷平台利率为8.51%，担保服务利率16.2%，综合服务费率高达24.7%。你看看这个比高利贷还要高仔细算一下，这2年的债务都够买一辆小轿车了。西西苦笑说道。如今他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发记账帖子，希望借此约束自己，严格控制支出，早日上岸。网贷重压下，有人陷入绝望，深陷网贷的人还有很多。据报道，今年2月底，江苏银行接连挂出4批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项目，竟全部来自个人网贷产品，未偿本息合计70.9亿元，这只是江苏银行一家涉及的借款人33万户，
借款人平均年龄仅为38岁。在网贷这张大网中，有的年轻人选择奋力挣扎，寻求出路；有的年轻人放弃挣扎，自甘沉沦。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深陷网贷的年轻人中，有些人因为债台高筑，逐渐产生了极端想法。此前也出现过因为网贷选择轻生的人。这个网贷就像蜘蛛网一样啊，越挣扎缠得越紧，年轻人一旦涉足便难以脱身。这些困在网贷中的年轻人出路究竟在何方？7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文提醒青年消费者，消费应建立在自身稳定收入和实际可承受范围基础上，借贷前务必全面客观评估未来收入预期以及持续还款能力，充分考虑潜在风险，避免因一时冲动或盲目攀比进行超出自身经济实力的消费，尤其警惕大额网贷。青年消费者要树立量入为出、适度消费的理念，合理规划日常开支，优先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和学习成长投入。对非必要、非紧急的消费，特别是超出当前支付能力的高消费，应保持克制，避免过度依赖借贷工具，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这是困在网贷中的年轻人。法治周末，先说这个网贷啊，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让年轻人去借网贷，这个咱先不说了，就是我们只说一旦借上网贷，他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知不觉啊，除非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力量一把把它还完，就扭转这个局面，否则的话，它就像那个恐怖螺旋呐，越陷越大，它那个债只会越滚越多。你看刚才那个利息都是24%啊。由于他这个工资没有办法覆盖他的债务，所以他只能再借新债，以贷养贷。他那个贷款的规模只会越滚越大，他那个利息啊越来越多，所以他这个贷是还不完的。他不会是因为你说你越还他这个贷款越少，不是的，他越还贷款越多，形成这么个现状。所以说啊，很多人呢莫名其妙的就是我就贷了4万块，最后我要还40万，还60万啊！这网上很多报道啊，是吧？刚开始的第一笔贷款就几万块，结果他还到最后还了50万，还到80万，还没还完，还在欠各个网贷平台的钱，这就是利滚利。怎么会出现这种现状，对吧？我们可以批评年轻人啊虚荣、超前消费，实际上这里面的恶啊，你不能全怪年轻人。谁把钱借给那些明明他无力偿还，对吧？但是却要给他提供便利，让他去消费，这是谁干的事？这种声音啊，自古以来都有，就放高利贷都是干这事的。但是随着这个互联网经济啊，随着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啊，这种小贷公司、网贷公司借助这个互联网，借助这个大数据精准画像，对吧？因为这个大数据啊，它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它一旦锁定你，对吧？你就成了它的猎物。过去的这个高利贷啊，放高利贷的，因为是线下，对吧？你跟他打交道，你就知道这不是好人，所以你心里总是多少有点警惕啊，有点害怕呀。这个高利贷危害非常大，但是受害的人相对有限。但是现在是这个放高利贷的借这个网络这个平台，以大数据为工具啊，对吧？它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这就是为什么啊，中国所有的科技公司、网络公司啊，没有一个不放高利贷的。连微博都放高利贷，你说这是什么世道？无非就是掌握了一些数据，然后对吧？不管你在微博上干什么，他都推荐你，让你去借高利贷，让高利贷变得唾手可得，而且非常轻松。也就是他吃定了你啊！这就是你这个外国的科技公司啊，他赚了钱，他发展好了，他都是想着是什么星辰大海。咱们的这个互联网公司赚了钱之后，第一想的就是放高利贷啊，没有一个例外的。我说是互联网公司啊，我在3年前的节目里面我就说过，什么华为、借呗这些，后来的蚂蚁金服上市失败，这个都是我是非常支持的啊。问题就出在这些所谓的互联网公司。这个就像鸦片一样的，这个对互联网公司来说，真正的是躺在那儿赚钱。有一家知名的这个杀毒软件是吧公司啊，那个教主对吧，他们主营业务根本就不赚钱，年年亏损。但是他们有个网贷公司，那个网贷公司每年赚的钱就海了。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公司，他就利用手中的这个大数据，对你进行精准营销、精准放贷。第二个就是银行，大家也知道啊，这些小贷公司啊，他们那个钱不是自己的，那个钱不知道谁出的，最终穿透下去是银行。这就是为什么蚂蚁金服上不了市的原因啊！他那个杠杆是300%的啊，300倍的杠杆，他自己自有资金才几个亿，当然他的贷款规模已经达到了几千亿，他的本金呢？他没有本金，他把科技用到这儿了。你说这样的企业差点上市了，幸好被叫停啊！他穿透下去那个钱是银行的，或者是什么个基金的。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这个互联网这个放贷平台跟银行之间的关系啊。
这个放贷平台跟很多家银行合作，然后当这个消费者要贷款的时候，本来你要跟银行贷款，银行要审核你各种审核，要风控，他最后再决定消费贷还是什么贷给你贷款，但是这个非常麻烦，银行也不愿意去干，你就贷个1万多，他还审核，银行的这个人力成本他也不愿意，对吧？银行就希望给那个买房的贷款，一贷100万、200万，对吧？或者给那个房地产公司贷款，一贷10个亿，这都带劲啊！给你贷款个1万块，他的审核啊。所以说，当你通过这个网贷公司、那网贷平台，你要贷款的时候，网贷平台实际上把你就甩到银行去，哎，银行他不审核，他直接就给你放贷。为什么他敢呢？是因为网贷公司给你做了担保，就是你这笔钱还不了，网贷公司还，那银行就愿意啊。好，那银行他就提供资金，他那个资金成本非常低，对吧？他给那个提供的这个资金啊，成本恐怕就5%，就是利息啊。但是网贷公司给到你的时候24%，也就是那19%是网贷公司要赚的，叫担保费或者叫什么费。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还按揭贷款，还那个贷款分期啊。有人爆雷还不了，不要紧，对吧？银行找这个网贷公司要，哎，网贷公司把钱一付，这个债权给了这个网贷公司，网贷的平台，由于这个平台它掌握了你所有的信息，对吧？你家庭地址，你爸叫什么名字，你爸电话，你妈联系方式，对吧？你在哪上班，你一个月工资多少，甚至连你同事什么都有。如果这个网贷平台是个上市公司的话，它就更简单了，它也把这个债权卖掉，这样它报表好看了，对吧？而且这样它显得很文明啊，它没有什么暴力催收啊，人家都你看看都是高大上的业务，对吧？这边帮它就变成这个就是撮合交易啊，对吧？这边帮银行去放贷款，那边帮你贷款，对吧？我从中间赚钱，股价是不是呼呼的涨？他把这个债权啊，他卖给另外一家公司，当然也是他控制的啊，那家公司去催收，你所有的信息都在他手上，对吧？给你老师打电话，给你男朋友打电话，或者给你女朋友打电话。这老老实实的还，最后啊还不还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对吧？这个坏账他又卖给那个更狠的催收公司，对吧？那些催收公司把这个债权买走之后，天天打电话恐吓、侮辱、PUA、威胁，就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啊没有好人，从银行到网贷平台到催收公司，对吧？到这一切啊，在这里我要说2个事情，一个就是这个不存在什么00后，实际上啊，这00后它只不过是它赶上这个时代，这个移动互联网非常发达。发达到什么程度呢？对吧？你在网上随便买个东西，你点个外卖，它居然下面出一个让你分期，这些平台啊，叫丧尽天良。而且稍微你稍微一不小心，你马上就点了分期。当然它是分期，它不收你利息，但是后面它会一步一步的引人入胜呢，它就把你带到那条路上，对吧？你本来是你的支付是关联到你银行卡，对吧？直接就从你银行卡里划走了，这是最好的。但是不，你只要一点支付，它不知道出来一个什么页面，到它平台一个支付上面，你有的时候退都退不掉，到它平台支付，然后你下一次再买的时候，它又变成一个让你选分期不分期，反正它就是你稍微不注意就分期了。你要想取消分期呢，你还得在里面找，这就是叫陷阱，它是故意的。所以我说这些平台啊，包括什么阿里、腾讯，都是有丧尽天良，就是它可以赚钱，对吧？它报表很好看，利润很好看，但是它不是一个伟大企业，它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伟大企业。我想这个大家用过的都知道，对吧？你不管在哪平台上买东西啊，你就是在这个中国移动上充值，对吧？给自己充话费，它都能跳出一个移动的支付。完了之后，它后面就开始各种骚操作，也就是把那个聪明劲啊，全放在这上面，放贷上面，这个感觉比犹太人还厉害，对你的算计啊，敲骨吸髓啊。就是咱们把聪明才智就放在一是怎么造假上面，对吧？在那个食物里面加这个氢大霉素，加什么吗啡，加布洛芬，对吧？怎么样让你贷款，你一不小心就贷了款，到处给你挖陷阱。本来年轻人啊，不要说00后，你90后、80后，年轻的时候都一样，小时候总有虚荣心啊，对吧？总有满足不了的梦想，就是你想要个玩具，或者你想要个好的手机，想要个电脑，这是很正常的啊，小孩都这样，但是他也没钱。年轻人都这么过来的，年轻人有太多的梦想，太多的想要的东西，但是没钱付，但是你很想要，因为过去你不容易拿到钱，所以说你就忍。现在是你唾手可得，那钱就放在你眼睛前，对吧？你稍微一点的就到手，那你说你能怪这些小孩控制不了自己吗？不要说00后啊，如果是30年前，如果互联网这么发达的话，那70后他也一样会去搞网贷啊，有什么区别呢？最后我倒有个建议啊，年轻人，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对吧贷了8万，现在已经还30万了，你真的陷入这种困境的话，我倒是建议对吧，也不要考虑什么征信不征信，立马就不还，甚至啊在其他平台再撸一把，撸完之后彻底不还，爱咋地，他不能把你怎么样。为什么呢？这我不是教大家做坏事啊。因为国家法律规定，超过银行这个利息的4倍，那都是非法的。你看看我们现在银行的这个央行公布的贷款利息是多少？你乘以4，超过这个的，不管是什么名义啊，什么担保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加到一起，只要是超过4倍，都是非法。你不要害怕，他打官司他也赢不了。你要打官司，他还得找钱给你，不是你要给他还钱。
监管有很大的问题，对吧？这些网贷平台啊，他就不告诉你这个利息是多少，他净给你什么啊，每天多少钱，然后是什么，总之我告诉你，你要问他，你说我这年化利息是多少，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年化利息是28%，他只会说，哎，这个啊，分期付款分24期啊，每期费用只有2块钱、3块钱啊，1万块钱一天只要5块钱，他就给你算这个账，他就是把你绕糊涂，对吧？应该在网贷平台页面上明显的地方要标出来，你这个年化利息是多少，但是人家就不这么干。如果说年化利息是25%，你还贷吗？你不敢贷了，你以为很便宜，对吧？25%的利息，然后他一宣传这1万块钱一天只要几毛钱、1块钱，你以为很便宜啊？结果综合算下来，对吧？你这是中的高利贷。但是监管对这个就是熟视无睹，因为大家是利益共同体。所以说啊，如果你已经陷入这个困境，那你就把各种卡都撸一遍，撸完之后彻底不还，对吧？爱咋地。基本上他是不会去法院起诉你，去法院起诉他都立不了案，对吧？他只能吓唬你。我跟你说啊，这个你想那个是刚才说江苏银行33万人逾期，他去哪个法院起诉啊？哪个法院受得了33万人立案呢？疯了吧？所以你不要怕他告你，法院看见这个他的头大，对吧？只要你坚持住，最后是不了了之。在咱们这儿，对吧？技术不是为老百姓提供更便利、更幸福，对吧？什么科技以人为本，它不是的，它技术为这个是用作恶服务的，对吧？用来盘剥你、压榨你、给你挖坑，它用在这儿，没有用在正道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